6月4號生日嘅朋友，祝你生日快樂，身心靈健康。你係一個好踏實嘅人啊，重視眼光，做事比較一板一眼，循規蹈矩。你嘅穩定性好強，好多人都覺得你好穩陣，亦都覺得好親切。你好努力，重視具體嘅成果，認為有實質嘅結果嘅話咧，先至算係成功。中意付出，值得信賴。對於一啲取巧啊同埋唔恰當嘅行為咧，你都會好反感嘅。個人會比較固執。而喺感情方面，你俾世俗影響咗啊，認為咧要揾一個條件好好嘅人咧，先至同佢一齊。好多時咧唔係好敢相信自己嘅感覺，有機會咧會錯過咗一啲真正自己愛嘅人㗎。結咗婚之後咧，你係一個持家有道嘅人，好關注咧小朋友嘅教育同埋成長。而性嘅方面咧，你比較傳統思想，會比較固執同埋古板，相信係你終身伴侶咧先至可以進行呢一種親密嘅行為嘅。其實咧 enjoy relax 咁就 OK 㗎啦。而財運同埋事業方面又點咧？你會比較適合一啲咧按部就班嘅工作，一啲專業嘅資格證書啊先至做到嘅工作咧，會比較適合你。你好擅長於理財，所以財運咧都唔差嘅。對錢會有一種不安，冇乜安全感啊，唔使擔心嘅。好好規劃嘅話咧，會慢慢咁樣累積你嘅財富嘅。而你嘅生命課題係啲咩咧？你嘅價值觀啊，睇嘅嘢咧都可能會比較狹窄。以前認為嘅一啲嘢咧，你就會覺得認為係咁就一定係咁，冇乜改變。有好多時咧，亦都會因為固執呢一樣嘢咧，會錯失咗好多嘅機會啊。